旧年中秋哪来咱接近，就哪有过节的气氛。为了让更加侪人会用个度过快乐的中秋佳节，同时嘛用个帮助游玩农。因此，立委林俊宪结合各区的议员，甲台南市信赖台湾自由会来合作，媒合企业共同认购上清香的文旦，总共捐赠予33个公益团体，希望会用个借此抛砖引玉。中秋节快到了啊！咱希望讲会当有更加侪人吼，拢会当来过一个快乐的中秋。所有真侪爱心的人，阮就大家集做伙啊，来甲咱的友农啊来买文旦。尤其台南啊，咱住伫台南足好的啊，台南麻豆文旦啊是最好吃的、最出名的。那我们大概今天啊，大概就购买了1000箱。然后我一起协办的，我透过李宗麟议员、蔡小薇议员、周家伟议员、沈振东议员、李启维议员，还有林义庭议员，一起我们找了，今天大概有30几个社福团体啊，然后我们就把这1000箱柚子分赠给大家啊，希望透过他们啊，能够把这种爱心啊，尤其这种那么好吃的文旦送给更多的人，让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快乐的中秋，同时也帮助到我们柚农啊，因为柚农在这次的台风稍微有一些受损啊，那我们这样的话就把这样的一种彼此需要的一种爱心给串联起来。上清香的爱心文旦分做2批的捐赠，上好出色的除了各区的议员，还有游玩农，而且这届提供的文旦，还有未少是特种的产品。收赠的单位包括家扶中心、省会协进会、甲新世代社会福利关怀协会等，总共33个公益团体。未少的受赠单位同时还发赠感谢状，感谢社会各界的爱心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